大家好啊！嚟緊11月23號星期日就跑沙田賽事嘅。咁呢次我講第4場賽事啊，呢場就3班跑2000米長途賽嘅。未訂閱我嘅朋友訂閱翻我啦，撳一撳個訂閱掣。撳埋鐘仔啦，有新片會通知翻你嘅。咁大家撳鐘仔嘅時候記住揀全部通知啦。訂閱係完全免費唔使錢嘅。咁另外最緊要幫手撳一撳個 like 支持翻，多謝翻大家。咁呢場就14隻馬出足嘅，逐隻馬講講先。1號馬銀駿啊，咁呢隻上季咧就4 win 喎，但係4 win 都係谷草嚟嘅。今季跑2場谷草咧，咁就即係跑第5啊，冇上名啦。但係最近一場咧，其實都係輸3/4個馬位啊，黃志雲騎。咁呢次初次跑田草2000米喎，呢個路程未跑過啊。當然佢長力就冇問題，因為上季咧喺谷草2200咧都贏過啊。咁係即係田草2000米就即係難搞少少啊，孭住135磅。咁我都係偏向觀望嘅，呢隻銀駿就。2號馬桃花開啊，桃花開呢次就落班強配潘頓喎，當然就出擊啦，呢隻桃花開。我覺得就好大機會嘅呢隻就。3號馬優才啊，優才就換咗人喎，最近2場周俊樂啊，呢次換咗黃志雲轉過嚟田草2000，我覺得係即係有啲計喎，呢隻優才可以考慮翻，我覺得就。4號馬愛心神區啊，愛心神區呢隻馬其實就呢個路程上季2 win， 其實當然係犀利啦。今季最近一場咧3班同程咧，好後咁樣衝上嚟喎，孭住135磅喎，最尾就跑第2啦，輸個馬頸位。嗰場步速非常之快嘅，佢就即係都犀利喎，135磅咁後上輸馬頸位，輸俾天象龍區。呢次14檔，應該又縮喺後面爆一段嘅，睇下呢次又爆唔爆到上嚟啊？呢隻愛心神區又係有啲邊線機會，我覺得就。5號馬君子傳承，呢隻上季呢個路程都贏過啊，啱啱大熱門倒做咗，呢次換人都係啲邊線分子嚟嘅，君子傳承。6號馬浪漫戰神啊！浪漫勇士就出啦，呢隻浪漫戰神都係密度浪喎，係咪都有啲機會咧？呢隻咁可以搏一搏喎。7號馬天象龍區，上場都非常之誇張啊，即係包尾咁樣衝上嚟，做個時間1分59秒77啊，非常之犀利。當然嗰場好快步速嘅，可能做走佢咁樣衝上嚟啦，直路橫掃呢隻天象龍區真係誇張。呢次咧排檔好啊，會唔會唔使留咁後咧？上場11檔焗住留後啲啊，呢次黃金1檔，可能即係居翻中跑唔奇喎。呢隻天象龍區，當然上場就交代咗，又呢次我偏向就即係4重彩拖算啊。呢隻天象龍區，大家度一度，當然佢亦都係繼續有機會嘅。8號馬飛雪神區，飛雪神區呢隻馬咧。前一場嗰場3班田草2000米咧，又係有份衝嘅喎，後上咁樣衝上嚟喎，佢係大冷門嚟嘅，當其時46倍，叫做跑下第5啦，輸2個幾馬位。廖康銘咧，其實又係出2隻神區喎，飛雪神區、愛心神區，呢場亦都係啦。呢隻飛雪神區就跑多咗一場嘅，最近一場咧就轉咗去泥地咧，3班泥地1650米咧，跑咗場跑下第4嘅。呢次就何澤堯換咗艾少禮喎，12檔帶咗個羊毛面箍俾佢，應該又係縮喺後面爆噶啦。呢隻飛雪神區，同愛心神區2隻都係即係都唔好彩啦，一隻12檔，一隻14檔，2隻都後追咁樣，又係邊線4重彩拖啦呢隻就。9號馬艾利奧，艾利奧黃志雲。最近3場都係黃志雲，呢次又換咗阿黃寶妮，呢隻艾利奧，佢呢個路程係未跑過，呢隻馬即係最上季即係喺泥地嗰度都犀利啦，呢隻艾利奧，今季咧就成績就普通嘅，得2場即係叫做上名跑第3，其中有一場就田草1800米嚟嘅，呢次黃寶妮騎應該係擺前噶啦，
重戴個羊毛面箍喎，除咗個眼罩，咁啊睇下佢跑成點啦。咁當然你話呢個路程未跑過，當然未揀到呢啲啦。10號馬安可，嗱安可咁啊上場就布文騎喎，咁啊上場就9.4倍3班田草2000米嚟嘅，咁啊大敗21個馬位喎，咁啊呢次就再出啊田泰安騎，咁啊當然就觀望下先啦，上場輸咁遠。嗱11號馬型好威風，嗱型好威風，咁啊上季啊贏谷草嘅4班谷草1650米，咁啊今季跑2場3班賽咧，一場3班谷草1650米，一場3班田草1600米咧。都係普通嘅啫，咁啊呢次就初跑田草2000米搏一搏懵咁樣啦，咁啊試一試馬嘅，我睇佢都係，咁啊當然觀望啦呢隻。嗱12號馬發財先鋒啊，嗱發財先鋒，咁啊依家就好似冇咗前速咁啊，因為以前啊放頭啊嘛發財先鋒，咁啊依家好似即係居中留後少跑，咁啊上場咧3班田草2000米咧，咁佢係留守即係第9位啦，咁佢都係有份衝上嚟跑第3喎，呢隻係發財先鋒，咁啊都犀利喎，即係依家都8歲啦嘛呢隻發財先鋒，咁啊依家即係放頭變後追都得咁樣。嗱呢次11檔啊，應該又係縮喺後面爆嘅，睇下佢有冇機會又爆上嚟啦。咁我都係偏向觀望呢隻。13號馬銀亮奔騰。銀亮奔騰就4-0嘅，咁啊場場大冷門都未得住啊，咁啊呢個路程亦都係即係第一次跑啦，13檔潘大偉，咁啊繼續再等等啦，呢啲要即係等落班噶啦，呢啲就嗱14號馬青雲龍區啊，嗱上場咧就即係擺前好多啦呢隻青雲龍區，咁啊上場3班田草2000米，咁啊擺前面大敗6個幾馬位啊，跑到第10嘅。咁啊呢次又換咗阿杜婉欣，咁啊排咗個8檔，上次都係8檔啊，咁啊睇下杜婉欣會唔會擺前啦？佢可能未必擺前嘅，上場擺前即係輸咁遠。嗱咁呢場咧即係計落，可能未必有好快步速啊，可能得艾力奧擺前嘅，咁啊青雲龍區都唔知擺唔擺前添嘛，上場擺前即係輸咁遠，呢場未必擺前啊。咁啊可能變相嚟講呢場又唔會話有太快步速啊，我覺得係即係可能。最多中等步速嘅。嗱呢場咧最後咧馬膽咧我就即係揀隻桃花開啊，咁啊2號馬桃花開。嗱呢場咧告東尼就即係出2隻嘅，咁啊另外君子傳承就潘頓騎開，但係呢次潘頓係揀騎桃花開喎。嗱咁啊大家留意翻桃花開咧，咁佢就即係之前潘頓就贏過嘅桃花開。咁啊，當其時潘頓贏嗰場咧就2324馬季3班田草1800米嚟嘅。嗱咁另外咧上季咧有場咧365場次嗰場係2班田草2000米，咁啊潘頓騎3.9倍，最尾係跑到第3嘅，咁啊輸個幾馬位。嗱咁今季佢係跑咗場啦，咁今季跑嗰場就2班田草1600米喎，中逆禮跑喎，咁啊18倍都冇乜飛數支持，但係都跑到第3喎，咁其實都犀利喎，輸1個馬位。咁啊嗰場又有啲康樂高球啊、大至尊米奇嗰啲喺度嘅，咁啊嗰場又爆咗冷門啦，瑞勝人生跑第1，咁啊遙遙領先跑第2，咁佢啊跑第3。嗱咁嗰場啊開咗氣啦，呢次啊真情跑2000米啊啱晒數啊，仲要擺埋阿潘頓上去，咁啊加上告東尼呢場出2隻，嗰隻君子傳承都有機會嘅，咁啊潘頓都唔騎呢隻桃花開，咁啊排咗個10檔，希望二碟攞到遮擋啦，咁我覺得。佢就即係一定搏噶啦，呢隻係桃花開馬膽啊，揀佢先啦。嗱咁腳啊3隻腳俾大家，咁啊首先第一隻咧，我揀隻3號馬優才。嗱咁啊優才嗱上季咧2班呢個路程咧贏過啊，咁啊當其時艾少禮咁啊居中跑贏右龍串鳳同埋桃花開喎，咁啊桃花開嗰場係跑第3喎，咁啊優才贏馬喎呢隻優才，咁啊唔好睇小佢喎，咁其後又走嚟跑啲4歲系列，咁啊。唔得啦，但係佢試過咧喺有場咧皇太后紀念杯2400米咧，咁啊試過即係叫做跑下第2喎呢隻優才，咁啊唔好睇小佢嘅能力，即係早就證明咗俾你睇嘅呢隻優才就嗱咁啊今季咧就跑2場賽事啦，咁嗰2場都係泥地1650米嚟喎，咁啊冇飛嘅，周俊樂都係輸4個幾馬位啦。嗱咁呢次就即係。轉過嚟3班田草2000米，咁啊把阿黃志雲上去減5磅，
排咗個好檔，咁係咪有啲機會咧？咁啊，好似上季2班田早2000米咁居中跑，守住4、5位。咁啊，呢隻優才我覺得係即係有機會回馬槍啊！咁啊，第一隻腳我拖呢係優才。嗱，第二隻腳就拖翻告東尼，另外嗰隻君子傳承啊。咁啊，上季3班呢個路程都贏過啦，1.7倍贏馬嘅。咁啊，呢隻君子傳承，咁啊，今季初出嗰場2.5倍1800米都入 Q。嗱，最近一場2.3倍咧，3班田草2000米雖然倒做咗啊，但係佢都叫我跑第4啦。咁啊，輸個幾馬位嘅呢隻君子傳承。咁啊，呢次雖然潘頓冇騎，把阿布文上去，咁啊排4檔都好跑啊，加個羊毛面箍俾佢。咁啊，都係要兼顧嘅。我覺得呢隻君子傳承。咁啊，第二隻腳我拖翻去先。嗱，最尾隻腳就拖埋6號馬呢隻浪漫戰神啊！嗱，咁呢隻浪漫戰神，咁啊浪漫勇士出啊，呢隻揀埋佢啦，呢隻浪漫戰神。咁啊佢嗱呢個路程都係證明喎，上季2班呢個路程咧，咁啊貝之人跑試過跑第3喎，咁啊輸2個馬位俾愛心神區同跑第2啊，右龍串鳳啦嗰場，咁佢係呢個路程其實即係上過名噶。嗱，今季咧咁啊初出嗰場3班田草2000米田泰安騎冇飛31倍。嗱，咁嗰場咧就即係好快步速嘅，擺前面嗰啲馬就散晒嘅。咁係佢咧就即係叫做擺前面叫做好啲嗰隻嚟嘅。咁佢又叫做跑下第6。咁啊雖然係輸4個幾馬位啦，但係嗰場即係擺前面嗰啲馬全部都唔得嘅。嗱，咁呢次咧咁啊嗱上場就當佢開氣啦。咁啊呢次再跑把密度兩上去，咁啊排咗個2檔。咁呢場咧就未必有太快步速嘅。咁我覺得佢又加咗個交叉鼻箍俾佢。咁我覺得可以再搏一搏啊！呢隻浪漫戰神，咁啊搏佢跑下位置，咁啊都係有啲機會，咁啊拖埋佢啦。嗱，呢條片就講到呢度，咁大家記得幫下手撳一撳個 like 支持翻，多謝翻大家。